大家好，又係萬象九章數學真相嘅時間。今日想介紹一個好特別嘅人物俾大家認識。佢唔係一個數學家，佢其實係一個慈善家。呢個人就係武訓。武訓咧係清朝人，佢以乞討為生，佢將乞討翻嚟嘅錢咧都用嚟創辦義學。根據網上嘅記載啦，武訓係出於一個貧窮之家，佢有2個哥哥、4個姐姐，佢排行第7。武訓喺16、17歲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喺佢個姨丈屋企咧負責看果園。年多之後咧，佢放棄呢份工作，改以乞討為生，集資興辦義學，目標咧係使貧苦嘅人家子弟咧冇錢都能夠讀書，令到佢哋讀書之後咧唔再俾人蝦。30多年嘅時間，武訓乞討足跡咧，簡直係遍及大江南北。後來咧，武訓就買咗230畝嘅田地啦，興辦第一所義學。學校建成之後咧，佢第一件事就係走到當地咧好有學問嘅進士嗰人屋企，跪請佢哋任教。之後咧，佢又跑到嗰啲貧寒人家啦，跪求佢哋俾佢哋嘅仔上學。到咗1890同埋1896年咧，武訓就分別再興辦多2所義學。武訓咧一身勞苦，對自己咧又十分節儉，終於咧就積勞成疾，喺1896年，即係佢創辦第3所義學嗰年嘅4月23號，含笑去世，終年58歲。喺佢葬禮咧，有1萬以上嘅人參加。講開乞討咧，我就諗起一個詞彙，叫做生存數學。生存數學咧，其實係指一套咧喺街頭低資源環境底下自然形成嘅數學直覺系統。佢唔係學校教授嘅，或者可以咁講咧，佢唔係一啲傳統嘅數學，而係咧因為生活而逼出嚟嘅一啲生活法則。但係喺佢背後嘅邏輯啦，就同我哋嘅概率、期望值、博弈論、資源分配呢啲數學詞彙咧，都係高度吻合嘅。先講下概率啦。如果你係武訓，你生活喺依家嘅香港，究竟你會去邊度去行乞咧？你會選擇旺角站啦，定係牛頭角站咧？選擇旺角站嘅你咧，可能就會考慮到，我相信咧去到旺角站，多啲人會俾錢我。呢個咪就係我有收入或者得到收入嘅概率咯。如果你嘅諗法係去牛頭角嘅話，可能你又會諗喺牛頭角咧較少機會俾工作人員驅趕。呢個咪就係能夠停留喺某一個位置較耐時間嘅概率咯。期望值，如果你係武訓，你喺正午12點鐘到達咗旺角站，一路留喺嗰度，留到去4點半，究竟你覺得會有幾多收入呢？
100蚊、1000蚊，呢啲就係你嘅期望值啦。當然啦，你可能又會諗咩時間我會有更加多嘅收入呢？會唔會係早上啲人返工嘅時間呢？定係黃昏佢哋放工嘅時間呢？定係星期六日大家都出去玩嘅時間呢？呢度就係一啲唔同時間、唔同地點，你對你嘅收入作出一啲嘅諗法，即係對收入而來嘅期望值。博弈論，行乞咧，其實係同人一個互動。冇份咧，其實咧，佢除咗行乞咁攞住個盤去問人攞錢之外咧，其實佢有賣藝嘅。如果我選擇賣藝嘅話，究竟我做啲乜嘢嘅賣藝嘅伎倆，可以更加多人去俾錢投放啲錢喺我身上咧？會唔會係剪紙嘅藝術咧？定係唱歌咧？我又要諗喎，可能喺旺角站本身已經有一啲人係賣藝嘅，咁我點樣去同佢互動咧？我會唔會去另一個位置？我會唔會去做其他嘅東西？我會唔會同佢做相同嘅東西咧？仲有嘅就係資源分配。我每日可能孭住一啲好重嘅東西，究竟我點樣去？我行邊條路線去，先至係更加方便或者更加輕鬆咧？呢啲全部都係同數學有關嘅。好啦，去到呢度可能大家又會諗啊，究竟有啲乜嘢生存數學係我哋會接觸到嘅咧？喺之後嘅節目裏面咧，可能我都會同大家講一啲疑難啊，一啲生存數學涉及嘅一啲謎題。唔知你預備好接受挑戰未呢？今日嘅節目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下次繼續見到大家，拜拜。